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Luke。最近啊，在横滨的港南台区开了一间啊，号称是目前关东最大的无印良品。那我们家啊，最近无印良品的洗面乳刚好用完了，所以啊，想说今天就去那一间店买，顺便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号称关东最大间的无印良品，还有卖哪些其他特别的商品。一楼的话是有卖这些收纳文具啊，还有衣服类的。底下室的部分就有卖这些鲜鱼啊、冷冻食品、寿司跟筋肉的部分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，我等一下应该就是绕着这样子的方式，先转一圈，然后再往楼下去。这样，先来到了服饰区，卖的东西真的种类还蛮齐全的，跟我在我们家附近的无印良品的小店比的话，种类真的蛮多的。看一下最新一季的服饰，前面走就是试衣间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镜子，好，来拍一下我今天的Outlook。然后现在日本啊，就蛮多商店都改成这种自助结账的，就可以用机器啊去结自己的商品，然后结完之后可以选择要不要买袋子，袋子可以从这边自己拿，这样不过要付钱哦。他们有卖这种尼龙的环保袋，我还蛮喜欢这种简约的感觉。这一整区都是卖袜子的，好酷哦！这样被袜子环绕的感觉，都是袜子，什么颜色都有。然后接着这一区是卖居家收纳的，还有一些厨具的地方。蛮喜欢这种木质感的碗，感觉很适合去郊外野餐的时候用。无印良品卖的冰箱，长得超像衣物收纳柜的。这个是放袜子跟领带用的吧？看一下里面，哇哦，真的是冰箱。然后接着走到了寝具区，哇，这卖好多种的枕头跟枕头套，这样旁边有卖他们的床，很想躺看看的床，然后他们立定论的装饰。日本也喜欢铺地毯，他们设计的餐厅的摆设。然后这边还有卖他们的小家电，饭锅、电热水瓶、烤吐司机跟果汁机，还有烤箱。为什么烤箱有这么多种不一样的？这一区是他们的扫地用具区，适合过年的时候来。还有这是他们用来清扫厕所的清洁剂，你看，也是长得很质朴。旁边还有一小区是专门卖盆栽的地方。我刚刚发现他们有卖这种猫草盆栽，你们看。在这里，这种纸做的猫草盆栽，再往旁边走就是今天我要买洗面乳的保养品区了。然后他们的种类一样还是很多啊，就是化妆水、洗面乳、乳液什么之类的。应有尽有，然后这边也是有卖一些粉饼啊、指甲油跟粉底之类的东西，这样种类也是很多。找到我的洗面乳啦，在这里，我还蛮喜欢无印的这几款的洗面乳，这样今天想买个保湿的。然后一万的话就是生鲜区，进来他们就给这个 DM。这边有卖一些干货，鱿鱼丝什么的，还有小鱼干。这应该是大鱼干了吧？旁边还有卖一些这种小的面包，各种口味都有。然后还有这个特大号的年轮，真的超大的，有点想买，不知道多少钱，看一下。一个要999。在旁边这边就是一些即食品，这个是绿咖喱吗 ？Green curry， 还有奶油鸡肉的，跟旁边这边是一些炊饭的部分。
然后炊饭的对面就是冷冻食品区，种类也是应有尽有这样。这边有卖他们自家产的 ice cream 哎，这边有卖冷冻的乌冬哎，旁边有卖冷冻的饭团。再走过来的话，这边就是专门卖酒的地方，各式的日本酒。看一下有没有踏迹，哎有哎，在这。多少钱？3400。然后还有雾岛跟宝山也有，旁边有个展示柜，也是在卖酒，应有尽有。这里有超大的踏迹，然后旁边这边有比较小的size的清酒，还有卖香槟跟 whisky， 还有这边有卖啤酒。然后旁边那一区是卖水果的，带大家来看一下日本的水果有多贵。看，这样子2颗芒果要多少钱？这么贵。下面比较便宜一点，2颗也要4000。最便宜的这个哦不是，这个是1颗就要3200哎，你看，超贵的。然后他们这边呢也有这种开放式的厨房，好像也是这间店主打的特色之一吧。我今天太晚来了，他们好像都结束了这样。然后这间店啊，就是全关东第一间有卖这种金牛的商品的店。然后他们有卖这个神奈川现产的竹饼牛，Yakiniku Seido 的牛。旁边有卖这个沙罗，这油花超美的啦。然后有免费的牛油可以拿，还有卖松板牛。哇，这油花真的可以，很行。不过我们家没有烤盘，没办法烤肉。然后旁边有卖一些腌制的火腿类的东西，这样。然后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，如果你在这边买鲜鱼啊，是可以请他们直接帮你处理的，帮你把鱼杀好这样。对，不过今天太晚来了，鱼都卖完了。